相信人不相信我们救不了，没办法。上师节吉祥。菩萨有交代3件事情，特别跟你们说。我千算万算，我都没有算到说今年的天气大变化会有极重的大寒流，台湾有可能会平地下雪。我已经在 FB 也有在一些，我把它写成下雨，有可能会跟流感一样会死很多人。在这边提醒您，会分享您重要几件事。第一，看网上哪里能够买到牛樟芝精油纯的白色的，要纯度要好的。天然的薄荷油是进口的天然薄荷油，纯天然的。你们上网自己去搜寻，点在口罩上，不然现在新的变种病毒呢，连防护口罩都没有用。我试过，我问菩萨过，只有这2个还有能够抵抗化解病毒入侵。第2个是早晚你们自己用电锅去煮姜片，或是买姜粉加黑糖浓一点，早晚各喝1杯。这个是第2。第3，请记得很重要，脖子一定要用那个围巾还是套巾套在脖子上，脖子不能让它冷。你一冷，那个病菌一侵入，就一下子跑到肺部去了。或晚上睡觉呢，如果你家没有暖气可以开，肚脐也要弄一个围巾，护着你的肚脐跟2个肾。3点以上你们自己做防护，好好做防护。像我的身上随时带着牛樟芝精油白色的，不然你点在口罩的中间，你在呼吸的时候就自然能够吸到病毒，一碰到那2种东西自然就化掉。其他的都没有用。你们自己去选择用哪一个。以上的跟您分享。你也会想是一个发心的大菩萨，你也跟大家分享。我们都能够相信的，能够帮忙一个算一个，不相信的就自己业障一来，灾难一到就自己承受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我们说活度有缘人，我这边是菩萨助有缘，救有缘人，相信人，不相信我们救不了，没办法。